大齋期默想系列第13天，3月19日，題目：神的沉默。挪亞所處嘅時代，地上嘅罪惡已達極點，最終引發咗神對世界嘅審判，降下毀滅性嘅洪水。當時，挪亞聽從神嘅命令，建造咗一隻龐大嘅方舟，為要保存自己和家人，以及世間所有物種。參見創世記第6章第9節至第8章第19節。仔細嚟睇，呢個無疑係一個艱巨嘅任務。只有8個人要建造一艘容量驚人嘅方舟，對於一個家庭嚟講，係幾咁唔可能完成嘅挑戰。建造過程可能長達100年。按創世記第6章第3節記載，耶和華說：人既屬乎血氣，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裏面。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120年。消息四傳，旁人紛紛前嚟觀望，甚至傳來諷刺和笑話。佢究竟係點樣忍受那些無情嘅譏笑和孤單嘅呢？終於，經過咁多年嘅努力，方舟完成了。天上嘅窗戶打開，滂沱大雨灑下，40日嘅暴雨令到地面上嘅一切都被吞沒。挪亞同佢嘅家人被困於方舟中，漂浮喺滾滾洪流之上。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佢哋唔知幾時先能見到盡頭。每一日都係重複相同嘅沉悶同繁瑣，餵養動物、打掃清潔、維持秩序。而最難熬嘅，莫過於自從神吩咐佢進入方舟以後，神便保持了長時間嘅沉默，整整370日。呢段時間，神似乎從未發聲過，咁樣嘅孤獨又該如何忍受呢？學者們喺研究創世記嘅記載時，發現其中隱含着一種文學結構，稱為倒影結構。呢一種巧妙嘅敘事手法，前後內容對稱，中心點往往係故事嘅核心信息。從創世記第6章第10節到第9章第18節嘅敘述中，我哋可以睇到咁樣嘅結構安排。中心點就係第8章第1節呢一句關鍵語：神紀念挪亞。呢一句短語揭示咗整個故事嘅深層意義。神確實喺洪水期間保持咗沉默，但佢並沒有遠離。神嘅同在並未消失，佢喺度紀念挪亞。紀念嘅意思係心中掛念、照料、恩領。呢個係幾咁令人安慰嘅發言。當我哋經歷人生困境，當我哋感覺神嘅沉默，或者亦正係我哋最需要嘅時候，神雖然無聲，但佢並未遠去。佢嘅沉默並非無作為，而係依然喺度持續照顧我哋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喺困難時刻，當我哋向神呼求，卻似乎聽唔到回應，呢份無助感實在令人困惑。挪亞嘅故事讓我哋睇到，即使神嘅聲音沉寂，佢嘅同在依然真實。你聽得見呢份安慰嗎？第二，上主似乎無動於衷，但佢一直喺度紀念，時刻關注我哋嘅每一個需要。不論我哋有冇察覺，佢始終不離不棄。第三，無論你而家嘅生活如何，無論你有冇感受到上主嘅帶領，請帶着心中嘅感恩嚟到神嘅面前，話佢知你從挪亞嘅故事中深刻體會到佢嘅同在與恩典。